来看选举消息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进前有提出长条的政见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甲口说讲，这是外行人的政策。蒋万安今日透早走行程，回呛陈时中才是长照悲歌上应该被追究责任的对象。陈时中早起时甲无同一个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共台，陈时中就骂这个蒋万安讲，应该好好读册，唔通干那出一支嘴。 伫咧艺术展会场拄到，陈市长黄珊珊认为台北市长候选人是压只手，不过主办单位用心设计活动，煞无设立一个小突槽。等一下，黄珊珊到你这边来了，你要多过去一点点哦。陈时中是包容的，黄珊珊是侵略一点点的哦。黄珊珊手提黄沙，无设立倒伫咧陈市长亲属所在，选举敏感的时机，互现场的气氛总个拉起来。好，那大家就混在一起，不过这样也很好。 社会本来就是要融合，大家有太多人，那个罐子太大了，手很快这样。陈市长黄珊珊共场表人气，伫咧北投走行程的蒋万安和陈市长对冲，因为蒋万安进前推出长期教会政见，陈市长就惊体讲这是外行人的政策，蒋万安随该呛入去。 陈时中才是长照悲歌最应该被救责的对象。台北市我们长照覆盖率是6都之末，而且对于长辈的照顾，我们应该积极突破相关法规的限制。这些在都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成绩，不容污蔑。国安委员应该要好好的读书，看看这个成果，而不是耍嘴皮就可以的。两人对墙，那伫咧长期教会、和长老教会，蒋万安昨和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、相连教会。 长老江延定见面，不过少年教会暗时就发出声明讲，江延定和候选人面会是个人行为，无代表教会立场。投票日剩无到80天，北市3强车拼，因的行为拢互大家咧干注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